live 啊，live แล้วโอเคlive 現แล้ว在是唔是 Please be with you 呀？是唔是？係啊，各位聽眾，嗰隻歡迎到嚟收聽變得福建嘅節目。即係呢禮拜咧，我到底嚟講一個新嘅話題，其實那個 productive 落嘅隻 episode，我個愛困唔冇，那是最落個 episode，嚇？你會你俾我哋咯，會笑我哋，鬼，所以哇個 episode 哇，我犀利棒嘅四個 man 落去嘛，別冇教。OK，嗱，特別嘅邊呢度啲hang out 合併嘅就是阿岑laksa咯，阿岑laksa都講到拗啲，啲黏咗，แล้วก็後啲阿龍。頭啲阿龍出聲就係雞群喺呢邊嚇。แล้วก็ clubhouse 十邊人 clubhouse 十邊人我看你阿媽個人30幾人聽過，啊聽我佢就是群咧，他們俾 test 看就是到底大頂嘅咧就是半撳電咯，半撳電應該是有加時，應該是有日講啦。應該是。แล้วก็未使講麼？應該使嘛是有驚嘛，是講加時啫。Hello。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可能加時過嘅。是哦，對啊。แล้วก็วิวิว่าว่าแล้วค่อยตีเก่า加時人嘅。แล้วก็มกู唔知กู聽個群嘅，個接俾我啦。哇，個第個話先個那邊個，那聽個正線個，啲人那是如果那是如果車掉人好似黑啫，啲人。喂，Juice 個第個，Alan 係 Australia 第個 ，Honey，個 Kelvin 是人嘅嗰啲博 ，W 冇就應該，W 出你個啦群嘅，我就再看這個報，可能就報或者就是群嘅，就是冇群嘅，Alex 個第個 Alex 翁是裝啊嚇。伊捌起來變得好健講。我上嗰時 Louis cousin 個。Hi 爸爸，伊唔是昂喎，伊是翁喎，OONG 喎。Hi baby，喂鳥直接亂玩做咩事 ？Yes baby, you want to eat? Are you hungry? 攏聽到？聽到伊聲，來我學你個機麥，來你講嘛。娘，你還沒數到不到呀？寶寶 ，Are you hungry? Do you want to eat? Do you want to go mama? You want mama 嘛？要。等我學你看，我 camera 可能看得意哦。寶寶 ，Do you want mama? 一個要。Do you want mama? Yes. Oh no, where are you? Daddy's looking for you. I cannot see you on the camera. 嗱，都好冰。You want mama 嘛？邊度甲你講要喎？How much you 要？是啊。要。種應該啲係你 button 嘅個外。係啦，要試我報應嘅。你當然冇 button 到人哋報應嘅話咧嘛，但係就佢是叫我啊，咪講話啦。佢就我睇幾日節啊，唔知幾日節。頂幾禮拜，一直要叫我請啊，不得有嗬，我是好 ，because 頂次是未知，還是我都冇煩惱，當然食我咪是真歡喜咯。然後嗬，但早起我請是4點幾嗬，我是實就咁我電話加落去我名稱嘅邊啊，你坑嘅佢嗱倒啫哦。早起就是實我係超標本落，我電話本落，我係你讀頂嘅了。是講好，我講到加時呢，我是冇加時，我係鳥啦。喂，鳥咧是成派嘅，伊嗌係咪話乜害係咪？我感覺到嗬，咱個名爹爹，伊鳥嘅名嘛是爹爹，我是要學伊爽地歡喜，我逐早去4點我人講，你4點幾你咪 program 嘅迄個
automatic feeder machine，但我講我 enjoy feeding 伊喎，我成日早起請嘅名稱，我喺4點幾，แล้ว行出來個口，我下面嘅食，我看伊食了，我歡喜下，แล้ว我都轉去困，我做我家己甘願咯，所以我是真正無假使我會曉誒，我會曉伊愛蝦米，伊是 king 嘅 rule 玩佢世界，哈，爸爸哈。good boy 。OK， 咱講到家事嘅咧，咱是唔要緊嘛。我會驚，都唔是講出去成個人見啦，要出去個口學堂，是無家事是啦，嘛可能咩講無家事掉。喂，你要到厝呢？是我人攞人嘅咩？家事咪是我人攞人嘅。是啦。哦，我成個一排個唔要緊哦 ，good boy。你成個早起時跑喺度話 plong 落嚟，我 boy，you're so cute，good boy。有時間話電話嗰10個一拍架落你嘅電話唔要緊啦。哎呀，當叫已經攞坑去咯，電話。唔要緊啦 ，Daddy can change one new phone. Good boy 。依個出面嘅。OK， 來講就是家事。家事是哪個字？你想到未？我迄日我會，我愛講囡仔的先啊。我的堂哥啊，伊娶一個紅毛婆，伊的某是加拿大的人，但比伊人兩人佇奧蘭大。New Zealand 啊。伊人嫁了啊，伊人嫁了是做 Kiwi 了，拿 New Zealand passport 的咯。了伊有兩個囝，兩個孫啊。真正趣味的咯，伊吼嫁甲真啊紅毛款去咯，我都罵我的堂哥啦，我講你嫁到變，你會驚莫無 screen time，袂使看 YouTube 啊，我的爸假使你會死，你喊你totally uncensored，你我問伊 ，Do you think you're a hypocrite？你是講咩？一定到家事錄嘅時候？無，我的堂哥細漢的時，我的字輩無介意哦。伊愛看蝦米物件無有通看，伊愛佚佗蝦米 game 無有通佚佗。了我就講啦，你 limit 你會驚的 screen time， 你會覺得你過。特別一定到還是乜嘢 iPad？安娜。特別伊愛看蝦米電視機嘛有啊，伊愛佚佗蝦米 computer game 嘛有。聽到是曾經啊，曬 TV station 呢，就 TV1、TV2、TV3 呢。特別 OK， 我每人做白寶嘅人，做白啊，你講一聲，係你講咧，我咁悶啊。我係堂哥講點啊，你好彩你是講華語啊，若無你講紅毛，我有得拍你。如果係驚就對頭，老實講。是啦。我是做白寶啊，你做咩事啦？做咩事會？你做咩事會加時間咧？係你要是係咩事？做咩事？你買類件變隻個你人個了一年無阿解嘅咯。所以你要介意家事，就是要介意做一個大漢起來做一個好嘅人，是唔是？唔是講好啦，是講有理所咯。哎呦，仆嘛，搞到落海個錢落邊。等你爸爸。我感覺就講啦，你家事吼，是愛 build up 伊嘅 attitude 嘛 ，character， 所以伊嘅 character， 伊嘅 attitude 本來咧，伊人講行為嘛 ，so because 因為咧一個人啦，若是講伊嘅行為啦，吼是好嘅來講啦，伊真正濟成講讀冊啊，蝦米啊，真正濟方面咧，就會真正自然變好去了誒。所以你嘅 attitude 而影響到嘅，你知無？然後你家己哪 attitude 呢？那說 attitude 就是你講會嫁未嫁到底？一行為嘛，行為啦，行為是叫做乜嘢 ？behavior。對，伊嘅 behavior。所以，即個 behavior 是有
是有迄个安怎讲哈心理学。就係講我人先生，我人是知啦。特別你人when人甲 parents 講嘅時咧，伊人就袂接受咯。人講嘅物件，安尼講。嘿，當今假時囡仔到底學堂是先生會使假時哦。頂到時先生是老我係老牌是。誒，先生，你甲我假時我會驚哈，你唔要緊張拍你看呐。嚇，係你是 depends 國家，係你是 depends 國家。Malaysia 是冇嚇。啊，即係咧冇語話冇拍咯，冇學拍。未使拍囡仔啦，當然。未使拍囡仔咯，特別小本是有 teacher 未打閒，有本是拍啦。แล้วแม่咧本未使แม่咯，未使大聲咯，未使嚇條囡仔咯，แล้ว未使問啲。啊，十六歲面條成嘅嚇，แม่本未使แม่。你就未使暗沉沉。哦。你就 punishment 咧？punishment 本未使啦，咁แล้ว本未使。你使成個囡仔派死去咧，宣導主任把死學哩。即個會使學宣導主任呀咯，特別宣導主任本未使凊彩去。他們是宣導主任。discipline teacher 咯，แล้ว當今咧政府是講你本未使講成個暗沉沉啊，是講伊啊，แล้ว你成日講。念你啦，未使念。嚇，未使念掉，你未使學伊 feel 到講煩啊。哦，你明白哦？你未使用安尼款嘅心理嘅 torture 嚟 torture 伊。如果我哋做隻 example，聽見啦啲頂一等走 ，OK，你愛叫伊 stop 啦，你就俾佢講來這位同學就過來，然後你就俾佢講咯，哦，你不可以，你講福建話，我要跑啊！你按照愛走啊，แล้ว你有啥物事啊，แล้ว你知哦，這邊真危險啊，袂使走啊，安尼款咯，你袂使一來到呢就罵伊啊，誒，你袂使走啊，你真係搏倒啊嚇，你剁條頭啊！這個成個女聲，這個成個女啊，其他一聽咧，啲人咪亂開，這都對點點下，然後咧聽到成啊，袂使，你袂使踢登見啦，你特別嚇，安尼講好好地講，安尼咯，แล้ว你袂使講啊，等下你割條頭啦，等陣你嚇，袂使嚇，然後呐，袂使，特別即係解嘛，誒，你看把多先割條頭落去嚇，成個美國嗬，我係驚有去學堂嘅啦，以前生個兩嗬，伊是 positive word 嘅，人講唔聽，人講伊囡仔走嗬，人講行路嘅卡嚇。行路卡，咱個咧愛行路嘅卡，就 means walking feet。愛來邊嘅聲。walking feet no. Don't say don't run Say walking feet please。哦。please 袂使 no 嘅。walking feet please。我感覺就講啦，即個呢是一個人講一個大環境嘅影響。就 means 講你即個國家嘅人啦。伊本地伊嘅素質啊，伊就面講伊 quality 啊是較懸嘅，成日講，你講即係迄個 Europe 嘅 countries 啊，所以伊人嘅爸母啊，伊人甲了，I mean 講普通人嘅 knowledge 啊，較懸了嘅啦 ，OK， 你就你用安尼款嘅辦法 OK，特別你在 Malaysia 啦。伊普遍嘅知識啦，成日講爸母啊，個了嘛，就面講伊嘅素質無夠安尼看站嗰度。你是講伊你要用安尼辦法，你都要看看出來嘅人誒standard 是會差唔多 level 嘅會行啦，你是一個價錢關門別。even 是貴個國家唔是，你貴個國家成日講你講 Japan 啦，伊人是貴個國家嘅人是安尼，真正有禮數了嘅啊。安尼款嘅你 OK 你就，你成日講 Malaysia 啦，有誒到甘榜嘅囡仔啦吼，伊根本嘅爸母都無管伊嘅，所以你用安尼款嘅辦法是袂行哦，袂行嘅。你一出來就無行，關啲辦法伊都唔知係啥物嘢，你是講很。對，所以成日講你較發展嘅國家咧 ，OK， 你用安尼款書本嘅，แล้ว你本袂使拍伊嘅 ，because 伊人有安尼款嘅。knowledge 嘛，伊人嘅，按怎講啊？伊人嘅 quality 啊，規個生活嘅 quality 就是較懸啊嘛，無像啊，你知哦。特別你愛知講啊 ，Europe 本是有經過安尼款嘅，你咪是要其實要 start 嘛，嚇，你就要 start from somewhere 嘛，對。嚇，แล้ว你 Malaysia 嗬，
講真嘅啦，普遍上啦，人嗰是真正濟，佢哋你知人嘅知識水平無安尼高個，講真嘅。Tapi lu masih tu start somewhere, lu dah titik-titik masih ingguan main start. That's why 你袂講啊，一頭講袂使拍啦，袂使punish啦，咧袂使喊。使拍半刀那呐。啊，你袂，你 parents 講啊吼，人嘅教，人嘅即個 education department 吼，一想聽 parents 了。parents 是反了我有誒啊 ，maybe 伊到外國讀冊轉來了誒啊，了哦，你袂使拍我囝啊面啊，你講是啥來啊哦，了變做人上順了，你就。人嘅 education department 上順 parents 過頭了，所以變做 parents 上點吼嘛較有勢咯，淡薄就 complain 啊，安尼款咯，所以嘛出真濟。無，我是講嗱。你若是拍了哈，學生會知拍是 easy way out，你知哦？哦。你講我無做功課，你拍我，然後拍我就刷了啦。哦，聽下就因為我家己看過，因為我教過小學誒，我是教過小學啦。我做領教啊 ，substitute teacher。我就教伊人講咯。你們再不聽話老師要給你抄寫。他說不要，抄寫很煩，老師你打我們啦，8回了都在 Gini keep 了，一兩就知了。我一個還要 negotiate 咯。我就改一個，老師以前是像你們叫華小的，我被打過，我不會打你們。我想講，你以為這個是巴沙馬拉嘛？討價還價。特別吼，我講特別呢，我是安尼看，人拍了我吼，你特別愛互伊知講，伊到底伊是蝦米問題。然後呢，你特別互伊 suggestion，真正濟 teacher 吼，無好 solution， 無 suggestion， 無好 solution， 無好一個建議安尼款咧，咧伊人嘛笑，點解嘛感覺就講，我今日咁日條拍爾咯，安尼爾咯，對。伊唔知講做咩事都拍伊啦。對。伊唔知講，我蝦米事拍伊，แล้ว伊愛安怎解？แล้ว你淨係講，你袂使安尼款，你袂使安尼款。你無係 solution。嚇，你特別愛解講 ，OK， 當今呢我互你淡薄辦法，你對厝咧，你會使安尼款安排你點聲，看看你會哦嚇，安尼款咯，像安尼款啦，你特別互伊 extra 嘅輔導啦。So through 我嘅 experience 咧，吼，我加10年嘅冊啦。我會知講我嘅辦法，我安尼款做咧是無失敗掉咯。你有拍定那時？我有下拍個 parents complain 呢，佢個教育局，一定要寫批去 complain 呢，寫批去 complain 呢。แล้ว我丟佢哪到啦？本有教育官員愛來找我嘅，愛來 interview 我嘅，我是丟個只解你啦。because 我嘅 result 好嘛，我出嚟成 UBSR 嘅 result 啊，成日講48間加了 A 都就，所以後屌一掂一個 result 出來呢，嗬，伊人官員就無講下咩咯，然後就走了。特別後屌我講啦，你係4字淡薄嚇，頭先有官員來找嘅安尼款。安尼咯。แล้ว做爸爸嘅人咧，做爸爸嘅人安怎看咧？當然，即係三方面講加事件啦。做爸爸嘅人安怎看？安怎看成即係有可能囝較大漢淡薄啦，即係袂使講啦，即係寫較細漢個不咁啲。伊人做面就是假事啦。安怎教？你辦法是安怎假事咧？教人講㗎，還是互人知講蝦米事？你會聲無像，你講嘅辦法佫無像哦，你有無咩曉過就？對咯，伊人我囝細漢，特別我大漢嘅囝是，你會伊門是提起嘅啦，伊知講有嘅物件是對，特別伊門是硬死埋嘅。哦。你嘛是對加。就來就 strict。你咪可以 consequences 啦，所以伊知講伊嘅 decision，伊無插伊做蝦米物件，伊有一個會影響到別人，會影響到家己有一個 consequences，是毋是？對，我記阿走伊佚佗嘅物件，啊無就呀到 corner 會 time out。
未使互伊看，未使佚佗 game， 未使佚佗 iPad。我 actually 冇是真少互伊看電視機，互伊真少佚佗 game 都係 iPad 安尼啊。做咩事？做咩事啊？做咩事？你 reason 是蝦米事嘛？係佚佗 iPad 誒之類看電視機。佢人講伊會變成 addicted 呢，伊會對啊，唔係。就講伊腦啲。一啲大漢了是腦大漢了，伊會 wire 伊個 neuron 是 certain way 啊，了，所以袂使互伊看少隻 screen time 安尼物件，會變 zombie 去有咧。你看，哦，成個大大嘅看起來是成個就 hypnotize 呢。對，有呢係，往時有一半時都無用啊，啥物，或者只係借書啊，都。對啦，所以你要講兩厘三厘啊，是全部人鬥下手，你要去最啲物件，互伊驚只係是，就咪靠放去看淡薄物件好呐。對，往時真正無用嘅時，嘛互伊看個久，成一點鐘2點鐘嘅咧。有影成 zombie 嘅呢，你看伊係目睭成個嚟。新嘅呢，哦。袂使，囡仔有影袂使上細漢啊，袂使互伊看電視機嘅，較久咱細漢嘅時啊。我特日有通看卡通呢，是 Monday to Friday 卡通就是唔知半點鐘嘅，好5點到5點半。對。是咁樣有通看卡通嘅時是8、6起，有通看未必6點鐘。當然有 Cartoon Network 啦，或咪貴啦，Netflix 嘅個 Kids 啦。YouTube。哎呀，即款物件要計較誒啦！我6個月看電視機到32歲，3年半歲，嘛是安尼看。我是聽目鏡咯。伊人是上早吼去接觸安尼款嘅物件了有吼，แล้ว伊變做伊成講伊無去。戶外啊，外口活動啊，咁樣嘅款咧，變做伊嘅你對 balance activity 啦，你袂使直接 screen time 伊成長無 balance 影響到。大漢嘅時無咪 balance，無咪病。伊嘅成長無好咯，安尼款就變講伊 ，because 伊即個本是關係到伊身體嘛。咱若是講如何出去走啊，有做運動啊，咱若特別當今嘅。囡仔咧是真正少講愛互伊去超坡嘅位走啦，危險嘛 ，parents 本擔心嘛。特別你會使成日講互伊參加學堂嘅activity 咯，成日講拍球啊，咩嘅款啊，本是有嘅嘛。我若是有驚啊，我死啊！我真正夠煩惱誒。我係 helicopter parent 啊，若是講我是有驚啦。但就是煩惱嘅啦，無理由無煩惱嘅。Tapi咱講嚟 compare 個 US 個亞洲at least 亞洲真正一個樣嘅迄個教囡仔嘅位樣佢 still allow 先生度教，但美國嘅位咧100%咧先生是無 touch 你囝，無動你囝，無教你教安尼 education 啦，但伊無教你講你開始假使伊無做誒，即係講是無做誒。你囝一歹了咧，伊是假使 parents 來啊 ，parents 來去 principal 把案件講完了，安尼看，也是全部都無互你教是你囝，because it's very sensitive 物件。哦，所以你袂使先生袂使做迄個家事 responsibility 嘅。 No at all。但 OK 嘛，你若是講你一頭叫伊 parents 來，本是一個辦法本誒。你叫了幾若兜咧，伊 parents 起笑咧，吼，伊就會知了咯。伊 parents 嘛是會，這是 parents 嘅事啦，伊無錯關係。你起笑，你對你厝過來起笑，你袂使到學堂起笑啊。對嚇，แล้ว你知哦，last time 嗰時吼，我有一個同事啦，伊本是安尼款，伊咧吼袂打閒了，แล้ว呢特別呢，伊本是真惡本嘛，แล้ว個驚講着 complain 嘛，OK 唔要緊咯，我嘛定係 call 伊 parents，call 伊 parents 袂打閒了，有時陣人家是對佢説伊驚，佢就講袂打閒了，因為上濟鬥了嘛，安尼款咯。你是做蝦米物件？嗰條會麻煩嘛，無做 homework 啦，特別當今嘅囡仔啦，嗬，伊無單止無做 homework，搞音畫咯，話你嘅囡仔。音畫人講 OK，音畫咱實際無上年代，人個無上嘅呀。
當頂到嘅是我人大漢嘅時，你是應該袂使因話，無插你講個安怎好，你本是袂使因話。對。แล้วกินนะอินว่าแสนจ้าลูกสินเสดีกองว่าสิกอง OK 譬如講我見啊我成日講我咪攞幫就中學嘅啦 because 我當然我有轉去一個 class 是 face to face 嘅特別是干那中學呢啦所以伊人啲講話嗰陣แล้ว我嘛記掉一間 student 咯講啊誒你會使點冇咪亂使喎安尼款แล้ว伊一頭因咯但是干那我一人講話啦安尼喎哦誒會是直會勤考咯嗬安尼款冇掉本啊！แล้ว我就一頭啊掂物件啦，伊愛寫生地嘛，我嘛寫生地咯。來啊！掂我物件啦，大獎啊！你甲我講啥物物件啦，大獎啊！伊會第人要走起來看，到底發生咗啲事啊！係啦，大獎。嗱，係講冇唔掉喎。我個仔明明話我冇代表過，已經借下股啊！條拍伊啦，我無拍伊啦，我是大。講伊咧。安尼講是啥物意思哈？你按話咧講啊，แล้ว吼in the end 就是伊著車架啦嘛，著車架伊著較細字啊咯豆嚇。特別本唔是講規節人哋款名本啦，你會使用特部道理嚟甲人講啦。Sometimes 我會甲人講咯 ，because 我嘅工咧是來這邊甲你人補習嘅。咱若是講咧，你人result咧無好啦，แล้ว in the end 我嘅陪我嘛互你人卡破去了，安尼款，你是毋是害着我安尼款？你好好安尼款甲人講吼，有當時人會聽，對，แล้ว你會使常常安尼款講啦 ，because behaviorism 來講咧，伊人是講物件你直直 repeat 喏，伊會變做一個習慣嘅嘛。哦，嚇！特別卡波是會迷人嘅咩？會啦，有當時你講條物件時，伊啲講話咧，你明白哦？你講伊本講哦，但你囡仔是安尼款嘅喎，伊唔是講啊，等你講了，伊甲伊 friend 講話嗰陣，伊是條工經你啲講話時吼，伊本對條講。你 challenge authority 是唔是樣會？不，伊是成日講啊，你啲講話你無用嘛，你啲價錢嘛。哦，一般都無用咯。嚇，一般都無用咯，伊就是對調。แล้ว你點落來那時候，伊點了喎。你講你，繼續說。還沒說。講話到 clubhouse 時咧，我冇講話是無亂，我直頭講話咧，伊冇來講你講話。I think attention 啊，係是。有呢。好，是唔是 attention？是無亂喎。伊是 attention 咯，你就是甲 clubhouse 人講話是，伊袂你 attention，所以伊要講咯。了，佢哋無寫嗰陣，佢寫 attention 咯，即係是一條工 ，because 伊在講你加車時，你無去注意伊了。哦。你就伊嘛多你無注意那時嘛去做別鬼別怪。你世界講，你學當然講話咧是差亂條人嚟補習嘅啦。你愛講話嚟講係我哋加車時，你出去佢學講咯。嚇有啊，特別本無用，我書本咧無用嘅。係咪叫你講？你照甲你講。你係講你只，你愛講我無插，你愛講你咪聽補習是咪聽是類數，特別你咪差亂條人，等你差亂到你出去佢學講。不阿 John，你叫伊出去嗰邊講，伊出去愛咪對咪？咪面對咯。嚇，唔係，我同你講，有嘅學生就對咪聽先生講話咧，因為伊覺得冇 interesting，冇 interesting，伊知了你愛教下面。哦。所以你做電學時，你古早是唔是有 sometimes 哦，先生頭頂教 model math 哦，你頭頂做 model math 就簡單嘅嘛，你就一啲對面做 admath 咯。係你本是有你是成日樣 can maybe already 會曉物件，所以就閒了啊！伊度吹數做。特別我感覺就講我教 Mandarin 是 because of Mandarin 啊，你在中學嘅啊，係咪古文啊，咪鬼啊，你個了啊，伊人就無興趣嘅。係咯，我本袂曉啊。你知哦，就不看咪文言文啊，死鬼我家己。我家己本正攞文言文，你咪講。係啦。我會記我嘅補習先生伊安怎教示我嘛是教 Mandarin 咯吼。
伊就講一個文言文嘅 passage 啦，了伊文言文我袂曉咯，特別伊甲我按 translate 了，我會曉答了咯。了伊講你做咩事會曉？我就甲伊講哦，我讀過英語版的，你這個按摩塞，安尼款咩話？哎呦，激死我！他 so what？ 特別我問阿涵，我問你，你那是講有驚是你會加時間，你安怎加時間？你看上面你感覺到，當走你想啊，當然。我覺得啦，我這款細項的物件，我是真啊，我真啊隨便的，無插的。特別咧，我覺得哦，我會想我會驚讀真濟冊，想到我嚟講。哦，所以你就被 train 啲細漢看冊啦。唔是看冊，哎呀，特別看冊無看冊是人你家己 skill 來嘛。像我會紅啊，你看你無讀啥物冊，伊嘛是讀到 master， 你看是看啦，特別我會真啊 focus on 伊 education 咯。阮當時愛做功課迄款咯。So， 若是講伊有做功課，特別食歹出去羅蘭江去咧supermarket是大張，物件杯，物件濕，物件落個了，你安怎解釋？我會甲伊講，了伊看伊安怎 embarrass 伊家己對伊，看伊安怎。所以你是用 psychologically 嚟伊只啊，我愛這個我愛這個啊，你看，我哪裡？我甲你講，甲伊亂。我 student 咪做 homework 啊，嗬，我甲你講啊，無安尼款啊，咱tìm掉你冊咯，啊無，tìm去3-8tháng嚟好。你話嗰個歡喜？你話講嗱，講啦，你家己tìm，你假咯，你家己tìm啦。你tìm咗họ，你轉去甲你爸母講下，你咪做一個 homework 啊，你咪讀冊啦，你去做啦，你咪你嗱，你安尼判斷你少，伊人唔假，我甲你講，即係就是你大叫你隻歌嚟，即係咯，安尼款嚟做嘢咯，你嚟做啦。我講聽住，我講佢一隻真好笑嘅。啷我在這裡馬大寮，不如對骨馬大寮對面，點解未得咩嘢啊？伊就好似講要錢嘅雲攤咧，要河粉嘅雲得咩嘢？你當然搬咗去一間店咩？我唔係去過 actually。我啲講邊個？我爸一搭比較好嘅細漢時，แล้ว我爸是自先生咯，แล้ว伊都唔知做咩物件啦，唔對，แล้ว我爸就叫伊，你知叫伊成日 correction 咧發抄幾刀，安尼幾字咧 sentence 個比100刀個10刀咁咯。你佢爸講，哎呦，譬如我生個破事啊，我你借住佢，我爸講你咪嘅 photostat 咯。而家嘅 photostat， 啲 photostat 嚟後我爸講，佢未使買喎，就對掉我講。啲 photostat， 而家真係 keep photostat 嚟喎，我記得阿東，我冇發，我爸講 ，OK， 唔要緊 ，it's accept。我無咪愛人認真嘅喎，我感覺就無用。咩事嚟講啊？無用啊嘛，做 correction 你就再講你錯下面啊，你佢寫嘅字頭就未了點先。加會聽啊？你咁點咩？冇人邊個？伊樣是講你 repetition 咧，你個會記嗎？你知道啊，冇被記啊嘛，所以直寫，你咪死。咩？唔使啊，我非就講是 work 嘅，真係。work 啊？我細漢嘅時，我人學堂咧，有一個 teacher 規則叫我人寫人嘅。然後就人寫寫呢，也是嘛個 behavior，比較是 line 咧都是未少嘅嘛，都拍一規則呢，1 second 呢個行啊。But then 你叫佢做成個 Q 你下做下你50刀，下你做當啲嚟你係叫你知啊？阿冇叫你走落 lap 度 feel 佢啊，阿冇度。你別使啊，老闆佬之類。哦，即係講 physically 就成心臟病啊。有特別寫 line OK 嘛？寫 line 治療。超酸啊嚇！有年伊是 consequence 啦，I think 會 work 有年。你特別我唔驚哦對。
我嘅年代寫人是寫到學班嘅喎。哦，我只暑假寫到學班呢啊！寫學班呢，寫學班呢。我只暑假用作寫學班，我是聽到只暑假咧，話特別我叫阿媽，你會使日都冇作對嚟哦，等佢。你我冇學班後，我寫到啲阿冇去，頭開嘅落邊阿冇去。所以我實在叫我寫字哦，特別 volunteer 就要寫抄出嚟下，我就嚟起手嘅。住人乜學先生拍過，就咁學先生，唔係講出來人啦，先生拍過，做乜學先生拍過？有好。我大節話學先生拍。我拍過，我是校長拍過。哦。啊，會話我不學先生還是校長拍過？哎，我學先生拍咗半時啊。是啊。即係咧啊。點啊？個調法去找 feel 啦。哦。我咁啲乜啦，先生拍過，physically 拍 punish。唔知張數話噶，佢那叫見啦，唔知是走嚟走去佚佗去啊，冇發點事啊，上面。有嘅是我伊校長是部班嘅校長啦，面是雜班。都就兩當啦，因為是伊其他一個 rulers 啊個1 meter 伊達到行來行去到對為個 ruler 1 meter，特別佢哋先生也好嘅先生嚟，伊是 discipline 人是嚟無聽是個拍人嘅。然後我咪就拍佢啊，特別我甲伊拍我是甲4辣啦。係咪事？我都 discount 咗。唔知喂，都是大波還是 baby 白話，because 係 K 八是先生本嚟嘛。哦，I see。伊搞到 discount 淡薄啦。但係我甲伊拍查某甲4辣咯，伊拍淡薄。我是咁我上學我學先生拍過咧，是幾時？我係先生，啊，當然我佢 generation 冇上，我感覺到我係 generation 咧。學先生拍是真普通嘅事，摔電腦嘅咧電腦傾摔落卡，滿是真普通嘅事。對個處理，但是講你要拍咧，你出來人是感覺到暴變啊，佢要等你學先生拍就是暴變嘅事。所以我捌拍過是一道我先生嘅即鐵嘅手拍你手板。拍咧，哎呦！แล้วก็一道我阿媽嘅 teacher 時，伊手筆你把酒會賠。笑會俾笑。我講聽做咩事我就我未記嘅，我係 workbook 去學等，แล้ว就拍我手，แล้ว係你手筆把酒呢？手筆未記夾去，但係未記夾去，你做本是冇，你冇攤講嘅嘛是？是咯。你就冇嘛，冇就拍咯。然後把手筆呢是，你成個伊 answer，伊成個到啲學班裏有幾 question，叫你出去 answer 嘅，answer 唔對手筆把手。不得講啦，你講好笑。แล้วก็อูตองกินเหรอไอ้ติง當時我唔捌掉過，伊佢個定過一個只搞嘅，就是你若是講太平華人啊，你就係差唔多我係年代係啊，我係about 80s 80年代係 Mrs. Wu 啊，是啊，明顯，伊嘅做別唔係，伊個唔是講真正起行嚟做路嘅，伊是講哦，你做唔對，嚟做出你咪做正咯，แล้ว另外一個解係咩啊？嘅伊關得伊讀你開在裡。哇！你學等，這是 torture，這是家事。別使啦，笑呢誒。是笑電話笑哦呀。笑哦嚇，笑哦。哦，對。係你是第解咯？我等冇你講 parents complain 你咩笑啊？冇啦。我成講年代，因為即係冇上咯，你即係 generation 冇上。冇等啦。你教我係白冇啦，講先生跑啊！你講你我俾仔係咪數你先生跑咯？就俾你先生跑，你我係白冇做先生嘛？
我爸母做先生嘛，伊讲你先生拍路，你先生拍路，但就是有伊嘅理由。你甲我講啥物物件先？安尼看咯。我唔敢講嘅，你若是著拍，你唔敢講，你對我計掉一點，然後你嘅啫。我最近我拍個超星啊！最你學生啊？我學生啦，而家上面數就我嗱3日時候我就變態啊嘛，因為愛搞 UPS 啦嘛，所以人有佢哋，伊人有成日講佢哋test 啊，成日講 exam 啊是。成個 UPSR 嘅 exam มัน講啦，海人 exam 啦，แล้วหอ我係條件呢就是講咧 ，OK， 特人呢就係廿幾關。阿韓拍字就多聲。哦 ，sorry， 廿人 class 裏邊第一關分嘅，佢就看啦，好嚟 minus ลูก嘅就分數，แล้วนี่ลูกจะไป拍幾哇，是哦，咁是嘅 average 啊，是嘅第一關減路嘅啊。廿第一關。哇！咪是只攞即個你彈地關款嘅人。講我同你講，有你lúc 嘅節奏啦，好啊，而家有4個人嘅100分咯，就100分咯，แล้วมัน咧就有一間哦，一日就70了啊，規個 class 裏邊干那一間嘅70分了就，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ปผ่า30刀咯，แล้วผ่ากัน嚟一超精咯，就一超精啊嚇。แล้วเขาจิตเต้าเนี่ยล่ะเขาจิตเต้าเนี่ยล่ะthe next exam 啦เขา一直頭嘅90幾分啦，唔加冇ทันเ哇！一直頭標嘅90幾分咯就แล้ว講啊嗱，都看是唔是有 effective 咧？係咪直啊？但所以佢哋係一個 class 啦，叫到你係一個 class 嚇。哦，拍吉他。唔會使啊，等陣蝕起呢。誒蝕起啊，唔使驚咯。係啦。講個小籠包嘅你老師，佢拍走到臭步走個死魚個案咧，下古撚乜啦有。你只走落粒嘅嘛，乜咧死。Tapi ha lang tongki may ginay kalam sing niya eh. Oh siya, unya ay kay. Lang bo tan train 啲時候。Because lang last time 時啊，lang 攰時嘅走啊，佚佗啊，你講啦，唔呀lang。當其時意大利就快呢，意大利講，當其咪見啦，嗬，一近嚟曉用推講啦，用意大利啲地啦，你都講叫推講就呢套。半時啊，對唔對 ？OK， 我諗咪講嚇 ，OK 講。แล้วก็because because 咱拖小啦，真正濟teacher啦，為着佢哋等啦有等啦，為着呢UPSR 嘛對，所以真正濟先生咧是 cancel 掉伊人嘅，佢哋 BJK， 佢哋體育節。哦，本地啲間 just money， 哦，哎呦，我嘅年代就安尼款了咯。對啦，that's why 嘛變做囡仔本嚟較濫淡咯。因為我哋見呢本地啲間 just money， 我本地啲間 just money， 我嘛是這樣。我嚇頭一條就是我無暑假到啲人嘅頭整頭衫，因為我打波你我係中學時，隔了我班了 OK 話衫頭衫我無，我個無暑假，所以我就真正穿掉只 drop， 我穿掉我係頭衫到啲人。會使看到嘛，欣賞者嘛，唔是咩？我冇去注意去看人啊，我是自己着換，我就只 uncomfortable 啦嘛。แล้ว我個之前就咩？我就出去了係我走去拜登位，我走去長會長後背頭尾。講聲對，個有啊，你知有伊個韓啊，有等啊，就是個踢 football 咧嘛，嗬，伊 football 啦。伊 football 到這邊來啦，我是甲伊人反方向嘅。對，我是走我不是走啦，特別走 away from 伊波來啦，走，快啲走。對。我走是from 4 from 5啊，我而家就落死。แล้ว我開始較大漢了，一定嘅迄個，我有一定啊較三星嘅迄個動畫啊，有人就來，學。阿裝踢，個巴索就搏就，我咪成個哎呀應笑樣子啦，我就踢啊，我佢想會背去，就搏唔背，我係會唔背。我講，我就是安尼啦，我踢 football，然後嗰度可能人笑啊。我是踢去唔對嘅，係嚟個。
哦，他的你嘅 opponent 係冇係個啊，哦，對啦，佢學班嘅班嘅啦，喂，你是笑人嘅淚啊，你。誒，我未曉，哎呦 ，OK，講起家事，咱講家事，囡仔細漢當然細漢囡仔成大媽保險啲噶啊，即個。未使講，你到底家事囡仔是你安怎？香港咧，香港對，香港起來你估啊，唔知。哦，係，但我嘅 connection 冇好。哦，咪講下家事嚇。我感覺，你着家事你家己囡仔咯，啊無，你無家事，你出家去外口，你愛互人家事你囡仔咩？你無家事個別人來家事你囡仔咧對。安怎家事隨咗家事咧嚇？你辦法係咩？好對唔對？物件都要講明，互人知。係啦，特別係講明啦，嚟上家講嚟出去食物件本好呀。伊人我看到有誒，伊人囡仔真喜歡食誒，伊喜歡偌濟份不要緊誒，爸母無講誒。所以我講你袂使嘛，你本着看，嚇，佫有一啊袂嘢，嚇。considerate 啦，呢個係別使講為咗家己呢，都要看下一隻，還是看別人很照，咪家己一照一個啦，無插人很呐。嚇，安尼款誒物件咯，manners 啦，無你出家去，你無家事，人家事你。你話我講咩？喂，特別啊，當今看可本 ，because 當今90後、00後嘅了啊，吼，伊就是，伊人家己 even 有誒。大漢了，把路入幾回了，個實有驚了呀！吼，伊咱就袂曉家事嘅，because 伊人就伊爸母都無家事，安尼款就是一個 generation， 安尼款傳了嘛，跳來跳一個去了咯。你無家事意思係咩事誒？是真正夠陰活，我本袂曉家事，真正夠陰活。所以有陣時我互伊，我感覺我就將伊個就in 咯，所以有陣時互伊 silence treatment 咯，咪睬伊咯，咪睬伊咯，伊個嚟嚇，有影幾日咪睬伊咯，伊個驚死咯。哇！有當時講啊，我你無聽話咧，我冇聽你講話嘅。哦，伊愛問物件嘅時，唔是問物件，伊愛討物件嘅時。嚇！我甲你講，你淡仔無聽我講話，當今我冇咪聽你講話。有陣時用到對嘢一樣嘅辦法咯，嚟對付啦。興義禮尚往來。是咯。嚇！安尼款伊嘛會感覺咯，對感覺對講。講到啲咱第要緊嘅motive就是，你要教囡仔是蝦米？為咗伊囡仔好，為咗伊囡仔學着物件。咪一接卡古經，咪大係咧去接卡古啊！個接嘅冇啦，第有件事講，冇啦，第有件事講，故事可能靠人家事啊嘛。你咪麻煩你家己本嘛，你阿斗伊較大漢啊時，你家來家事咩換了咯，嗰時。想換咯嚇，是咯。你嘛變做麻煩你家己咯，伊漸去 create problem 出來那時。有陣時是互伊就互伊知，伊做啦那款，然後人嘅人 feel 到無爽，安怎？但伊都做到對互伊知人，安怎講啊 ？same feeling 啦，互伊家己。家己體會者咯，可能。體會者啊，對，是咯。了個蝦米物件？要緊要教你驚字蝦米物件？成個阿韓講伊袂驚讀冊嚇。我是大部驚，所以你在美國啦，已經去middle school 啦，已經involve in drugs 嘅。所以地驚很驚。是啊，我不是。特別即係物件會接去 school 啦。驚咯，人頭because 美國真出名 in the sense of 你去 high school 去 middle school 呢，樣有 pass around drugs 嘛。特別係你 drugs 唔係講。參入唔到呢個真係快啊！
你是驚係咪當今時興嘅迄個咩opioid 嚇？你驚到？opioid 又好，marijuana 又好，本時啦，basically is wrong is wrong 啦，對唔對？可能特別你唔使邊 marijuana 個 opioid 人哋稱讚咧，就 opioid。好啊，opioid 就係試啊，就是 recreational 是 drugs 是無好了，唔通嘅啊。有個節唔是講咧，中國人講，伊人哋驚，伊驚去學堂是驚伊人說白粉啊，係咪？But even marijuana to them is same thing. It's drugs, is drugs. Is drugs. 哦，特別伊人是驚講，有當時是驚講，你成個 gateway 啦，因為都伊無講真正伊袂。你食 opioid 啦 ，opioid 真正 dangerous 是啥物事？我當我聽啲 recently report 就是，伊人囡仔嚇到啲學堂去做咩？我做白寶，要死我煩惱死。伊囡仔講，即個嚇，即淡薄伊啥物 ecstasy 嘅啥物物件係咧，然後伊即是入口唔知外國，在中國嘅是唔知 Mexico 來嘅物藥，伊是上甲平常時人食嘅咩 ADHD 嘅藥啊啥物物件，然後有就講你食淡薄做路成個 high 嘅啥物嘅款咧，特別。伊內面伊個 drug 係是假，伊是 opioid 啦，所以變咗食咧嗬，伊個 reaction 你身軀啊，平時你食一粒會效，伊成個你食100粒咁嚟做咋，所以你食咧是伊隻 overdose 就死去啊，就係見啊，對你講咧，但是講食就假藥，所以係你，哎呦，我做白寶我唔真做假本咯，我驚咯。你被害，唔是講被害人，你被教人可以知，特別你安怎知？你見仔14歲、15歲，因為少時見仔嗰條。對，在去迄當今 Vancouver 我來位啊。位啊，到，哇，真正解哦！伊迄個 drugs crisis 啊，你看迄個啊，伊當係只個夾馬個了大夾路邊嘅位 ，homeless 啊，你看伊人個了只成個 druggy 就掉啊啦，新成個嚟通通嘅人嚟多嘅咯，嚟 steam 啊 ，steam 啊，那叫咯。係，帶對驚嘅呢，所在可以人看者，目睭甲金能無。哦。對咯。係你咁樣係你會help掉，係咯，就係 consequence。อันนี้講 school อี成個無 campaign，成日講promote 講咪。take drugs 啊，你看你 campaign 嘅咩 ？promote 特別聽咩？你講啊，你14歲、15歲嘅呐，你聽咩？我知馬來西亞有嘅嗬，馬來西亞地教嘅，馬來西亞是洗腦率嘛，啲間東三拜馬地你看啊。馬來西亞是較嚴重嘅。這邊是係咪嚟？嗰是 peer pressure。所以人講細漢嘅時，你俾家己囡仔講，若是你無暑假，你就別講。你若是唔敢講啊，就是你驚人叫你食嘅時，你食咯。because 真濟人 try 嘛，你掃一喙，我掃一喙，所以 sometimes 會掉掉咯。because 人講 marijuana 20% 嘅人會掉掉。要 marijuana 頭先特別，你掃下啲物件咧，有你治療。無做 anything useful like for 等人咱是袂接受，你驚做呢個會，對唔對啊？我是較驚是你啦，我驚是樣食到啊，後伊唔知，伊朋友唔知本 because 伊一粒伊 dosage and 少呢嘛，一粒，特別伊淡薄呢就死啊，可能係你解啊。我一個是係你講台灣當掉 fentanyl 啊，fentanyl 嚇對。你本是只個哩，即係 overdose 啊！你成日是當掉嘅時，心經嚟嚟當掉啊，鼻掉啊，甚至伊會冰山去啊。伊 absorb through skin 係咪？係啊，你可以看你，係咪咧？到 US 安尼借咩 drugs？啊，是啊，這邊有影是。是咯，that is why 嗬，that is why 嗬，美國嘅 toilet 嗬，佢咧伊個 gap in between 佢哋門又實在大嘅 ，because I prevent drugs addict 入邊數白灰。แล้วก็ไปกา咩？有見家驚，有你看我未有，我做 parent 才講嗬，我就真煩惱了。
是唔女嘅。我明白做咩事我吼會想講嚟 enforce 囡仔讀冊吼考好，because 伊樣嘅先生嘅 reputation 吼 depends on 囡仔嘅伊嘅 performance 啫。囡仔考好，先生嘅 reputation 好，但我無 feel 到美國嘅先生有慳嘅 mindset 咯。because 你就係講關ลูก嘅事啦，ลูก愛讀就讀啦。我家己啊，我放工了走了。特別本是看你先生本，人哋我係啱本是做先生，我知講伊人嘅，伊人你另外一方面來看下，就是講啊，伊人先生嚇 already 伊30幾年前加出嚟時間當今啊，伊班啊是 double 伊嘅 capacity， 了冇 support 冇咪，所以先生就個了做個了咋，所以你想看伊 overwork 你先生，是講你一個先生加40幾個囡仔啦，幾個班啦，你做成尾為咗這個囡仔好嚇，你安怎會去 able to 管到個了囡仔？所以你未你就 move on 嘛，你就咪 shut down 個 class 咩掉？所以就坎坷本啊，你你知咩事？你美國尤其是美國啦，爸個 country 嚟實邊嚇，美國嚇。看 educators 啊，冇咩有嘅咋，尤其是 public school 啦 ，public school 嘅先生，所以伊人先攞只嘅，你安怎 attract talent，了你對伊人個冇好啊，直直考試，了講嚟講，伊先生巴黎啊嘛，所以看到先生為咗加錢，咪是為咗 holiday 呢，了就係只加錢，對嚟是放工，對嚟早起6點幾起學堂，對嚟阿妹貴妹加錢，係咪咪加事？係啦冇看到喎。你就有時講放假 holiday 就被 prepare next semester 物件，可能物件你做先生人知嘛？會話。對啊。特別我感覺到，若是講我是先生有先生誒要根本啊 ，obviously， 但我感覺到，若是講你出來嘅人，有嘅人啊，伊個咪係下先生拍，特別伊個咪出來個咪解嘅幾件。哈！你哋是慘咩？我感覺到你見啦，慘。對咯。唔是講先生買教，是先生報佢哋本數，本數有是報佢哋 capacity 就教咗，所以教是教 syllabus 樣咯。我一個告訴，我小學嘅時咧，有一個囡仔加減歹啦，特別唔一地歹嘅囡仔啦，大來幾個standard 嘅位。都有一個是，伊嘛是未做唔知咩物件啊，了伊先生佢爸來走，了伊爸來啊，了伊就叫伊來頭前，伊爸一頭去夾伊嘅即個褲帶來拍伊個辦頭頭前，甲了人辦，甲了講起，掂唔敢看，驚甲巴死嚟。甲了驚，伊先生阮坐到邊又無管，比如是伊爸來教死伊嘛，教死伊。伊要教死到啲一輩班人頭前教死。我學伊歹勢啊，我講，因為伊先生 call 伊正一擺講類件點安尼啊，啥物？我是唔知啦，做咩事？但係我是看到伊爸來拍伊，術伊用迄個褲帶術伊。安尼。對呀，伊爸走啊，安尼。排啊，對呀啦。你唔是解咩？你係想唔知伊 emotional damage 咯，就這對咯，了伊驚若是講安尼款拍了，即個特別 try 去counseling 淡薄咯。了若是講 teacher 成日講無去甲伊好好講吼，本是袂咯，袂 effective 誒安尼款。我甲 teacher 有甲伊點講都袂使做安尼款啊。我甲啦，以前伊甲歹人背啦。แล้วว่าmaybe because 我是無感覺到要做下物件啦 ，maybe 到 recess time 我看到是伊來做咩鬼啦嚇，但人上拍啊啥物，唔知啊，特別先生叫伊爸來啊，伊爸就抹伊啊，伊爸，特別好，我爸罵我到我朋友頭前，所以。Tapi我真是夾真歹嘅事咁嘅話，我真係已經搞到小牌，我是唔是已經搞到小牌？
我伊毋捌教我小拍佢，叫教我小拍我有教死人。哟，你話真教死人，肯定未聽啫。啊，我未聽有話講做咩事，就是教派死嘅呢？黑人豆嘛，嚇？你未感覺就講伊來派死起來那時我有當時會感覺就講伊來真正，唔是講趣味啊，成個伊人有誒是較大漢咧，成個6年級了啊，伊人有成個較中學誒款了啊，吼，แล้ว有誒淡薄伊人成個講派死起來那時吼，喲，哇，安怎會做個安尼歹哦？我係安尼款想誒喎。แล้ว有當時你無驚咩？你無時間來拍你誒？往時邊度較大隻，往時中學時。哦，伊迄個較大隻誒，成個講有誒6年級了啊，特別伊毋係是管過我咧。比我較大隻啦吼，我較濟我無拍人了喎，安尼款誒咧是成講學堂內面啦，第一派誒 student 啦，教甲，然後若是講我是無教伊誒咧，較濟我是無教着安尼款誒 class 啦，我無教着安尼款誒 student 啦，แล้ว特別呢我會到年尾若是咧，我就會經伊去參加我誒 drama，你可以另外一個 outlet 是毋是？對，แล้ว有當時吼，伊人毋會講伊心事誒喎，伊甲你講啊老師啊，安怎？伊講啊，你看啦，我係 form teacher 啦，吼，規日誤誤會我啊，係咪啊？你看呢哦，伊會成日講靜落來那時我吼，伊會甲你講伊心事誒咯，都都成日。我看到每次你特別有成個先生，就是講你無time 無蝦米嘢事，變做以往甲你先生甲學生嘅 relationship 好似加起來了就煞啊。because 都無想講有攤，你有課外活動啊，啥物有另外一個 extra activity 是後尾成個你毋是啲加起來掉，所以當做你只是朋友嘅款啊，แล้ว你有有機會甲你開起來講嘅咯。對。แล้ว成日講drama 咧，其實是一個好嘅一個物件啦，所以成日講可以去參，然後可以去學講安怎負責任啊，特別teamwork 啊，你看咯，所以這些咧有一間呢，吼，而家伊到尾來伊大漢咧，伊變做 beatboxer 嘛 ，beatboxer 嚇。係咪嚟？哦 ，beatboxer 咧做咧噗噗噗噗噗嗰呢。對。哦，แล้วลูกขอตัวลูกแก不是學生下面嘅แล้ว就好啊，都對嚟要成日ลูก頂到咩錯嘅見啦，拍嘅見啦，我對嚟成咁少。哎呦，伊人夾笑啊是，拄着啊是啊，哎呦，老師你會記哦，你安怎拍人啊，你安怎起笑啊，哇，你叫我人啊，搬苦。搬蹲山啊，你會記哦，成日講雜馬，你就成日搬苦搬騎雜馬嚇對啊。騎咩？你講咧伊人迄個就是達拄着咧本嚟講嘅話題咯。騎咩步呢叫騎咩步？嗱，如我係 student 大漢嘅本30歲了啊。哇！แล้ว有嘅入6歲啊咯，愛教人啊咯。我諗下。即係嚟講隻小派告訴隻幫佢聽，係咪算你個嚟小派？我係小我算啦 ，from standard 1 to standard 6啊，我4個年裏面都有拍過人。打波嚟，都是co-ed 學堂嗬。co-ed 學堂，所以2年級嘅時咧，1年級冇人小拍，2年級嘅時。第一派嘅打波咧，唔知做咩事，愛教我吹數。伊先生教了，出去去 staff room 去嘅物件就咩啦，我唔知啦。了人教了就做類功課咯，就做類功課就唔知啦，是咩？有時伊企起來，先生就要出呢，伊就要企起來，唔知做咩事，伊走前繞了，伊掉地嚟塞我嘅尺啦，我嘅鉛筆係咪嘅了？落去哦，對啊，伊成日笑安尼啊，你 class monitor 個 assistant class monitor 嘛，伊人滿在伊白燈了誒，伊是
第一排伊贵嘅，我哋貴 standard 是第一排是係叫特步。有時伊人們在伊白燈咧，所以我對着伊嘅時候，我怕我正伊啦。我度頭卡。哦，伊白刀度頭卡。嚇！有時我個突伊啊，度頭卡。我突伊，了無。我行對去我但是為咗咪叫我咪行起來，我個 continue 做。但我你 class monitor 是我朋友嚟啦，你是一個當無物件，你是個問題呢，一走對去伊位，然後個問題先生接來都冇數。你冇嘅先生講啊？無人甲伊問啊甲先生講，伊成隨數嘅嘛，無人講阮，甲你點點。嗱，安尼啊，有啊，一明年是冇，我只客人嚇，係咪啊？假使唔知啦，人成日無人講成戰，當人小牌啦，假使就無人知你乜啊？係嘛？哦，伊特人滿可以釣佢就知哦，伊無理人啦，research 是拍人啦、搶人嘅物件安尼，白燈嘅就伊。第慘嘅是伊嘅爸母是先生嚟。哦。特別唔是我嚟學堂啊，別嚟學堂，所以特別伊是第排嘅，然後第明年嘅時有standard 3嘅時我記我 end of the year 先至冇接嚟辦嘢就假了啊冇接嚟啊嘛，然後咪佚佗 game 咯，佚佗 game， 然後人就冇佚佗下你巴杜斯人班，然後冇事就佚了無啊？嚇，請我嚟物件，是。有一些是搶我 friend 嘅物件，像你面是我嘅物件嚟，是我 friend。我直頭去下邊，我是咪是派。我特頭樣唔是馬士。我唔到是我是講我是細漢甲大漢，然後個當劍啊，我唔捌小拍過。哇！你怪哦。了。不要緊，把刀有人要拍我嘅時候，我叫你嚟搞出頭。我入啲嚟。有年啊，有年啊！我問教我翁講，我翁一個大隻嘅人嘅嘛了。特別也是人教我人吹水咧，面前我翁去卡去吹我係。假使其實是只坎坷物件，你都唔知。我做爸母啦，唔是講你飼囝啊，要飼隻靈，要互伊出大，蝦米坎坷？哈！你是坎坷是坷，特別我感覺到家是 discipline 教你細漢嘅囝，細漢教甲大漢啊，是第坎坷嘅時候我感覺到。對啊。呢個無成講一個方法，會是對嘅。你看你囝嘅。個人伊家己安怎會 react 到物件，你都要曉 adapt 本嘅話，一個囝兩個囝，樣嘅款甲咱無相，愛教嘅辦法佫無相，我話啥？無相。我是講賣幫送啦，賣幫送，I mean 講成日講丟嘅物件咧，成日講 attitude 啊，伊個 I mean 講你特別，你發現到講伊是做錯嘅，你就愛去改伊咯，你袂使成日講幫送啊，盲幫上靈啦，你看咯。有誒啊，白魯啊，哎呀，伊成日講，佢哋囡仔到佢哋 restaurant 內邊啊，啲邊大張啦，啲亂啊，有誒 parents 應該是無理伊嘅喎，你講係條可以講啊一把，特別問題是講，有當時安尼款本會影響到別人嘛，對，你應該是特別現時特別去管佢囝了啦，當今咩只坐無誒啦，佢哋後生啊，互伊囝佇伊干那噓啊，你講噓爾喎。哦，係你地產嘅係你，伊噓無用誒 ，because 係啦，有誒囡仔咧，你做咩？伊做國家做，嚇，伊國家做，然後都無采伊只啊，哦，無人管伊啊，哦，伊咪做伊啊，你知啊？對，我姨啊，特別我姨啊，吼，我姨好了誒啊，伊你若是講你大校啊、大張啦，伊一頭。若是講伊迄邊有十擺舞龍喎，伊頭抹你喙。
講即個吼，只十八布隆啊吼，我 nephew 佢陣吼，伊講啦，大愛叫只物件啦，你喙只撳金嘅，迄只物件真只棒嘅啫。所以伊個講人吼，大整一個三包吼，青啦，三包無係了無係物件，係啦邊仔位係啥？伊個頭強驚動一隻，動機啊！只半就帶環照啊，你睇下，冇見啊環照，你只細漢都過去呢，只十八布隆啊，吹你哈，哦，一定要只訓練呀。我們想嘅，我是呢，我本是我只細漢就曉只環照嘅，本想，因為我是特別是 in charge 去加十八布隆嘅嘛。我食飯差唔多對，我出去外口 garden 你特別去加十八布隆嘅，所以我自己就自己加多，加一個加咯。下邊加十八布隆一隻食，我無食啦成時，特別我係點我看 ，maybe 7去8去我度食就夠着落啦，然後食十八布隆，會曉食咖喱麵啊、福建麵啊，嗰啲嘅紅椒，可能是成隊曉啊。呀，做十八布隆加十八布隆，不是我講來試下你先。啊？試，แล้ว每班嘅，然後假如講班2嘅啦、3嘅啦、5啦、7啦，對，我本想，所以當見我就見只十八布隆咯。頭一項 grocery item 我嚟 Canada 我買就是番椒醬 ，because 我無落我自己落。我想一隻十八布隆配番椒，嚇。全部是喙咁堅啊，佢得隻唔見。冇喎，我真係牛知啊！句我喙佢嘅拖啊吞嘅了，度攞大面嘅。特別如果你生，我冇我想隻背，你想隻背啊？我隻背特別驚人叫我。我是4年級去背教，我去中學咧就較散就對，咧看你嗰隻背就對，唔識就是嗰隻背就對。特別見那背嘢啊，大漢係是散呢，你講成日都講呢。特別冇啊！我細漢嘅時候，我細漢是隻散舊架打咧，แล้ว舊架4年級嘅時慢慢背6年級轉咗背啊，曬 balloon 咧係啊，แล้ว from remove from 1嘅時個棍咧條棍咧咪是背咧背咯，แล้ว係可能實啊 from 4嚇，佢就背到對啊 from 5，我 from 6背嘅啦。所以背身個當基本上背身就唔亂啦。誒講到對家事，你見哪買食物件，你按怎解食誒？我見哪咧，我細漢時咧，I mean 我 based on 我 sister 嘅話啦，是頭一個咧，別使 introduce 食甜嘅，頭一個是食愈可嘅，愈歹食物件，所以會食菜。伊囡仔咧，其實佢都是 introduce 食甜嘅咧，百行咪食。大漢是唔愛食啊，伊唔愛食佢哋烤嘅菜啊。哦。安尼款咯。This is what I learned from my sister 啦。我是頭一個可以見，我見頭一個食咧，我是 grind 佢哋 spinach 可以食 ，grind 啊 ，like blend 佢脆 puree 啊，嚇 ，and then 做一個是 like ice cube 嚇 ，and then steam 出來啊，可以食啊。哦。你看咯，特別我是囡仔，我成日成日 taste bud 有較別記嘅本。你食香啊？但係囡仔會別記嘅，你別使講無一個囡仔別記嘅。The only thing 是後面咧，邊樣囡仔別記嘅咧，食物件咧，伊是無安尼貪食嘅。if 囡仔無別記嘅咧，你去做一個 party 吼，無地 party 啊，你看到迄個囡仔無別記咧，伊是特去對下個 table 被鹹嘅食嘅。囡仔佢一個背嘅。就是你無有人有個囡仔伊成成個 taste bud 啊，較 sensitive 嘅吼，伊會食到嘅物件吼，伊會較無好食嘅物件較濟咯。對人來講，你成成就買食，伊買食蝦米物件冇買食喎。有誒是安尼，是啊。但係囡仔有別記嘅啦，無我唔解你這阿毛包，成個阿毛包你看咯，伊實真係 sensitive 嘅。我有得過厭食症嘛，細漢那時我漸漸學我爸拍啊 ，because 無未食飯嘅數。哦。咩是厭食症？按照講 sensory issue 啊？sensory 啊？唔是，
伊會 eating disorder， 伊唔敢食。anorexia，我唔知是 anorexia 啦，特別伊是驚食物件咯。對啊。哦，一直看到物件呢，愛咬了，你知道？未食誒。啥 ？Because of its texture，可是咪？冇啊，伊就是買食咯，伊看到物件呢，伊就是愛咬。伊是滷。伊講伊啦。伊是滷啦，係唔是你爸啦。阿咪話。如果伊我想講你爸咪食。然後我就可以拍咯，加時咯，可以加時啦。有一道時嗬，去外口食嗰時啊，哇！一直頭夾迄個頂有蝦米物件咧，伊就掂了，你知哦，嚇死！掂到呢度，掂到呢邊嘅呀？掂到 restaurant 嘅位啊，掂到我嘅面啊！哦，哎呦，個死！頭夾咧半碗嚟掂我嘅面。哎呦，我做得好個驚呢。係啦，嗰個驚咯，我直頭考啊，到邊。我講咩咧？OK， 你人講嘅，人講淡薄啊，像 last segment 咧，咱是咪講啊？對大是囡仔誒，加囡仔加事。我感覺到大波，我家己經驗是。我已經是真正順嘅囡仔了，我無咪問題，我家己真正乖。特別我較對大13、14歲時起吼，哇！一定是唔知為荷爾蒙係啥物吼，做我成啊，逐項物件我看別幾百嘅喎。所以你個愛因話咯，還是無大無細哦。特別伊逐項那個 maybe 1年較加2年，可能無夠2年，你過啊我 OK 就對啊喎。我會記啊，我會記講，我會記我頂到時，我會知馬路甲甲我招拍拖時，伊就來我厝時，我就想甲我知下對，甲我知講啊無大無細咯，伊呢就講，什麼我知講，安怎你安尼？所以我攏看我款 today 你捌我款呐，是想袂夠我安尼。但係大波囡仔嘛是安尼款呢？是哦。一定大大聲，我只會到攞嚟大波機，個兩聲係。愛玩話嚇，愛起歡嘅嚇。起歡嘅意思係 totally identity change， basically 是下面嘅不是 no 嘅。總之，我會記講 from 我會記我到底樓頂嘅借條，我係你播你電腦嘅教員，我會記過。我當時是啥，但下面嘅我們是看袂幾百就對啦。然後就起行看袂幾百呢。查甫無更加慘過，你查甫 teenagers 當今你看到你12歲加16歲一定幾驚嘅。安怎？個無相嘅 problem 哦。drama queen 咯 ，every drama 咯 ，all in love。你安怎咯？拍算看，你差唔多你驚到這回博人未使講。今年11。哇，差唔多係嚟啦。你後生。我係記13歲、14歲時我實咯。It's like get ready 啊！It's like get ready 啊！我問你使講，我問你，like if會I start fall in love，你安怎安尼細漢？哦，要拍拖。唔知啊，唔知。你罐頭掛湯佢啉。你話 sweet 啊 ，drink bitter gourd soup。你唔知安怎會拍水果啦？你有幾件？你一件呢咩？一個呢？哦，個型啊！你若是幾哪咧？個家政只好事呢，哈變過來殺了。But it is quite popular among girls 的。所以我是介做 playboy 哦。因為先生會同我講過啊，伊細個是 considered 就 popular among girls 咧。伊講有個先生講，you gonna get problem when your child's getting big。不大波應該冇安尼快咯。是啦，冇查某較快。哦，是啊，查某較早食後，你是講？查某較早食，我幾歲是早？10歲11歲。係咪？嚟勁啊！是講緊嚟勁啦，成個 start 有你查某，你成個 teenager 嘅 problem 咧。
是咯，十12歲13歲咁咯。呀，12歲13歲，我聽我特到講啲朋友人12歲13歲就。古早是12歲，當今是10歲。哦，哇，真係。愈來愈早，是咯。哦。愈來愈早。我感覺就愈來愈早，愈來愈早是因為 chemical 或是古靈講是。人講是食嘅hormone 呀，哦，人嘅講濟物件，咁樣講濟 hormone 嘛，當今，所以人嘅 hormone 較快咯。做咩事講牛奶粉呢嚇？牛奶粉冇 hormone 啊？係你牛奶粉啊，只濟佢哋係咪只濟係啊，只濟佢哋 nutrient 嘛，แล้ว講係咪？河腦啊，發電啊，係咪河腦好啊？所以佢 develop 上咩了？哦，我時時講唔知是到底是成個 chemical、physical 嘅物件，還是 mentally？because 我諗真係 information 嘅事了，伊較快大漢。特別你講，最弊美國嘅囡仔嗬，過了差唔多2歲嗬，是唔食牛奶粉嘅，知冇？我諗嗰時食 fresh milk 嘅啫。對 fresh milk 是好牛仔，好牛嘅囝食嘅咋。哦，是啦，伊門是有 growth 嘅物件。hormone 啊。แล้วลูกไปในข่อยลูกมา但係我係咩嘅？講我這邊買無着牛奶粉，該太脆了。哦，係對，我有時話買緊嘅時會脆牛奶粉，本就係脆。對，我本是咯，買無。當今嘅囡仔嗬，成日講即係咱講 mentally 啦嚇，唔是身體啦 mentally 呢，查某咧是會較早識嘅 around 5年級啊，定講那是伊人就 start 了，就 start 較成熟了，แล้ว伊想法就較無相了，แล้ว伊身體嘅改變咧，本是 around 5年級呢就 start 會看到講較有查某嘅 shape 了咯，伊嘅領啊。實有了咯，แล้ว大波呢是差唔多就未等加6年級安尼款，6年級尾安尼款咧。對，6年級尾，around 6年級，成日講，如若是講1月開學咧，嗬，伊 around 按伊畢業嗰時嚇，伊就 start 了，差唔多年尾安尼款咯嚇，伊就 start 了咯。安尼款咯。我會記，我嘅朋友樣成講話事嘅很啊，就因為你在打波變這事，我唔會啊。冇咩？我冇變，我係寫冇成，並叫我冇喎。我自私啦，不是上個，我係指朋友隔籬打電話嚟講，誒你小弟頭媽講我講，我是小弟。誒，你住來本成日看你寫別別啊呢？對，我係寫巴拉正開呢。我睇特晚都講做，你特晚都講做，你故意寫係咪？冇變你寫啊寫。飛你貴妃。貴妃是都變咗咯嚇。我上個是冇嘅，我 of course 就係我見到寫，我都特別我大人寫唔是講只嘅，所以變咗冇咩情操嘅話，你咪成日看了。對，我寫本是冇咩變。你其實變王妃咯，王妃。幾回事變王妃？掛啦嘛，我around 我13歲就聽伊掛啦。13歲就變王妃啦，我13歲就聽是林阿姐。แล้วก็有一項mentally 啦，你講下5年級查某會較一個啦嗬，所以伊會翻伊會成日講 project 到伊嘅 result 嘅咯就。伊是較骨力啦。伊會較骨力嘅查甫嗬，伊會較骨力嘅。แล้ว呢，伊我人嗬有。成日講compare過啦，成日講coach 啦嗬，只係 parents 啊，尤其是大波嘅 parents 咧 ，sometimes 伊就會嚟催我啦，就會成日講，哎呦煩惱咯，伊成日安怎安尼差嘅咩啊，你講咯，無心。特別我人 compare 啦，成日講我做嘅 class 係你 analysis 啦嗬，較濟查某咧，伊5年級實咧，伊嘅 result 就慢慢提高咧。
哈，慢慢 pick up 咧。大波咧就會較輸嘅，而家是安尼款嘅，無安尼喎，就是安尼了嘅喎，伊 trend 是安尼款喎，所以吼伊 trend 咧就被等個第時咧，大波咧伊是被等個6年級嘅6月 start， 伊人個 pick up 起來。哦，哈，安尼款嘅一種，所以人就講我人，啷當然6年級個 call UPSR UASA 咯。嚇，冇上嘅UASA 啊，烏沙。嚇 UASA 嚇烏沙。係咪係咪？按照它意思係咪 UASA 係咪 stand for 咩 ？UASA 啦，烏沙啦。烏沙是 stand for 咩？Ujian akhir kami kui lah bin akhir tahun ya semester si kui UASA 是 sijil ujian akhir baru kami sijil nya baru akhir S 係咩 SA 可能你隨看我隨 Google 啫。所以baru isi 叫做 UASA 咯，咧一當佢一考我嗬是冇 result 嘅。呢是 final 節呢是真係 5 我哪學緊未嘅 final 節呢是過年級我哋過年級哦 OK 我隨掉啦中意數一個過限了一對個骨落去冇查某曉想嘅是講查某較會曉想淡薄。Ujian akhir sesi akademik。所以是個會曉想啦，一對曉會曉讀對，打波嗰啲小掉啲鐵頭波你可能嚇拍塔夫波呢。查某咧，你阿家5年級咧，我都會實看到伊無想了。แล้วอีก6年級นี่อีจะจริงจังโอเคแล้ว咯ตาปอเลยอีสิไปตั้งกับอี6年級แล้วไอ้ว่า exam แล้วหอหาอีหลังกับแชร์因為應該打波較慢睇 exam 嘅嗬應該打波慢啲嘅睇打波應該是較 Ujian akhir sesi academic แล้ว這個 UASA หอ last time 啊是講กัน6年級考 UPS 啊เนี่ยมาเดียวตรงนี้是4個6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 4กันแล้วไอโคเอฮ่า哎呦我哋攞課題啊喲แล้ว這裡หออี個唔是成個人 school 嘅 teacher 嘅出嘅這是政府出好รู้嘅 last time 政府กัน出Standard 6啊嘛當佢 Standard 4 Standard 5 Standard 6กันแล้วมัน是考政府嘅哦แล้วเขา要成個要探成個尋歡啊，可能成講會看看 evaluate 你 level 呢喎。當今嗬，伊是有學你歡，特別 teacher 無學你知，伊人是講唔係學 student 知你會歡呢。哦。免學 student 知講你。伊是要 test 看看，伊唔是講要考看到這個，伊是要 test 看伊會曉 level 到這呢。對，所以伊是用大盒嘅，伊是用大盒嘅，成你 Chinese 學你考90分就大盒6咯，แล้ว若是講你考80分就大盒5咯，安尼款咯。哦，所以人囡仔唔知樣嘅分數，所以你被爸母被成講，你看我囡仔考大盒滴答，對，當佢意思緊啊 ，DB 呢，人講 DB 幾咯 ，DB 6啊 ，DB 5啊，嚇，大包咯，有大包。5粒大包，所以你咪免去 compare 啊，免去 pressure 你個記錄啊，夾幾分啊，那款。我記啊，我記 exam 我真正背，我背，我講我當今啊 exam 我冇背。你叫我去做啊，我真正 stress 嘅我 exam，我有隻 exam 嘅 phobia 啊嘛。你愛嘅關分嘅數呀，你驚輸呀。唔係我講，我考公平美國公平嘅時候，我去做啲 test 啊，我冇 stress。都不多聽是唔是？係會幫曬。定對，就係幫曬，我係發燒過，我定得我講過，我係發燒過。直接成考出嚟時，我不多就係聽嘅。因為我別使食物件，我食物件時候食 breakfast 時候，我就考出嚟時，我不多聽，我就被幫曬嘅。是啦。我不是啊，我5年級，我喺檢定考試，我被 stress， 我一禮拜有2-3日未困嘅。
哟，我们想哦，那个就做咩？你记哦，鉴定考试你特别做伊系咩 test paper 那款呢？伊 plastic 囊无想食嘅。有時都佢哦，我未我成 stress 咗成。可能我個正好困呀。哈。阿咪，你年代是講你結構嘅咩 ？Hello。阿龍那用是你嚟嘅喎。用係咪嘅？我你。嚇對咯，6年級是啲小嘅咯，6年級是啲小嘅冇扣 kerja berat sampai mati Dah buku saya lalu lah Belajar sampai mati. KBSM 啊，kerja berat sampai mati 哦，我嗰陣時我唔知華哪叫咩喎，我唔知馬來文叫咩，我係檢定考試，我係其實叫做檢定考試呢。嗰陣時華南是 penilaian 5。哦。Lui 年代是 penilaian 5，Y 是 after Lui 年代咧是叫UPSR 了。And then 我做下面我本未記咗咯。penilaian 5，penilaian 5。啷個你記咩 ？SRP 是 Form 3嘅。啊，想啊，你想。SPM 是 Form 5嘅。做下面未記咗咯。SPM 咧 STPM 是 Form 6嘅，我冇睇過 STPM。我真係不講貼你先。嗰啲叫乜叫penilaian 5咯？講。人家看開。我係當人話叫做檢定考試呢咯。我同你講檢定考試嗰一時幫聲啊，嗱你叫是哦，免讀冊啊，你去中國啊，係咪咪叫佢哋冇試過？你講你叫是考啊嘛，然後。Because 佢是未接病毒嘛。嚇，未接病毒，打包就去撞鈴咯。對咯，對咯。梗係 stress。但係當佢冇人應考咧啦，佢講當佢冇人應考。係咪冇人應考？我就看考啦，你當佢做，我當佢49歲啦，我做我冇未曉咗你。當佢冇咧。我就看考嘅喎。伊就講伊嘅 comprehension 啊，嗬，伊每路講。哦，即個人嗬，伊安尼款做，你感覺就講伊安尼款是安怎款嘅人咧？以後你係 critical thinking 嘅人噃啦，以後 analyze 什麼？對，然後佢寫，你就然後你唔好寫字嘅。定當是背嘅嘛？定當是背嘅。你啲先寫寫後，你讀起來要講到關係，即個關係加咩物件，你就要寫即幾個 point。要背起來。咩？唔是 ABCD 嘅咩？小學那是。小學是。當今是寫，家己寫。中學是寫嘛，我哋見嘅。BM 安尼款，我當今小學本特別家己寫咧，成個中學安尼款。所以我係 Form 6嘅時，我哋查 Form 6嘅時，我實在啦唔知騰。我唔知 fail 咯，唔知 maybe 冇 fail，我唔知，我在考出嚟時，我實在啦。去教班，我當劍個教吉當劍咩嗬？我個人係 nightmare 個，我 nightmare 是講嚇，去教考車是未記讀嘅了，所以隔了咪教冇讀掉。你考車不會驚咩？考車考車冇驚，考車係 practical 咪教冇驚，你是叫我直接寫咪叫我驚。我 nightmare 嗰陣是病毒嘅 nightmare。哦，係咋？我考車是病毒嚟，吉當劍啊，40幾年啊，我嗰時到我 stress 時，我就綁掉病毒讀車時。對，係咯。哇，考車。我是綁掉考車啊，去到開一抓起來，我完全冇讀掉。我阿咁垃圾是病毒嘅啊。伊無每路 pass 無 pass，伊每路是唔是 A 無 A，路無 A 呢，路就掉了。有影，伊是每路幾粒 A 啊。係咯，就所以改 system 咯。一 pass 伊是 assume 你是掉是特別 pass， 你若是夾到 below 80呢，伊是掉名。แล้ว你若是無過90呢，你是你80啊，你就一直 start during 了。during 是最，你先生 during 咯，แล้ว你就無聽講話咯。嚟成頭晚一講嘛，加車是啷頭講話，哇，伊就定咗咯。而家是就講，你唔知啊，你無你夾80分呀，你夾85分呀，哇，有影是。真正 stressful 我感覺病毒讀冊是真正 stressful。No。伊個病毒讀冊啊，that means 講你會曉華語嘅咯。你真久無講啊！我會曉講嘅，我會曉講。伊比我較高啊！伊就話曉講咪，就話伊講stubborn嘅華語曉講，我都未曉講。自作嚇，自作嚇，自作我曉講你矮呢，我係講福建話。
我講你當然學我 call 啦，你學我 call 細漢咧，啊，你學我成 4成 5華語啊，我冇 fail 我感覺到。我當今只坎坷了啦，而家講真呢，because 伊字我好少坎坷了，伊字，乜那個有上個，喂，乜那個有上個人 last time 你看小明在玩球，你看無了，不如嘅是，係咪你知哦？伊人差唔多一篇嘅 passage 啦，嗬，本來 around 6、7、8嘅字了。哇！一等，แล้ว有嘅是嘅 Chinese 佢哋 literature 你講啲物件。喂，我係點先係字曲嘅參咗，你是講你文言文嘅時候，我特別係咪子曰、孔子曰，係咪鬼？係咪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立，係咪嘅背啊？我哋咪記得了咗。對啊。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所以嗬，所以我真係無是教我爸講，我讀個成日識唔係讀長老長嘅，因為了。真坎坷。我爸講唔要緊，你教個你唔是去重讀咩？是啦，我頭先買，我爸講唔要緊，你去個 Form 3。然後人家來看裝 Form 3，但是來 transfer 去 free school 嘅時，人家 transfer free school，because 我就讀，哇！你在 Form 中學是該坎坷呢喲，我讀我當人我真就 struggle 在喲，個文言文唔要緊，我一項物件當人嘅班，我第一暑假就是寫大楷小楷呢，出那個咧我冇暑假。了人一點半學，你去讀咧並對咧2點上嚟幾個半學 ，because 你後一直你讀你 call Form 5 Form 3啊，以後你 call 10科嘅你就。嚇，對。呀，人是阿摩赤，人是 call 7科8科嘅嘛，你平常是被 call 10科嘅。冇啊，你都夾㗎了。我讀阿摩頓嘅本是10科啊，10科嘅。我人係是讀阿摩學嘅是你七嚟 call 就會使啊。你 mini 嚇，你使拍這招都誒嚇。你我問你讀啊，即係未使講你讀啊，可能等阿摩等。แล้วรู้ทักอุซามิ Comment on 燈รู้ทักว่าลังทักสังก็ทักแต่ Mandarin นะก็ไปทักเลยภาษาคลาสสิก Mandarin เนี่ยมีแก่แล้วรู้ลังลองมาสิแซ่เดียว是冇嘅之類咯，特別是but 我是嘅 extra Chinese class 嘅 but 冇 call 嘅啦。因為我老爸老母讀得那學啊嘛。我是未，我就是 fail 我家裡情管阿直是阿伯是上啊，阿直，我是當今 call 我是 fail 個了啊，我買啊，佢咪叫 call 我 fail 啊，我當今我 call 出來我就是只驚，哎呦死，OK， 咁希望你人咧有驚字人咧是學了人咯，加驚是人希望人教你驚了，把當然世界嗰邊咧亂咯，แล้ว我咧是成為驚咯，我阿仔我是成嘅，我冇介意啊，好過就當時講話，即世界就是只好時人哋我冇驚，算啦，所以我驚我成為驚，派個 Q 喺頭殼頂嘅，所以我阿仔特啲黑夾我電話咯，哎呦 good boy，你驚加時咯啦，我驚病嘅 Q 喺頭殼頂，แล้วOK 啦，講個這邊聲就咪報槍，咪放得咁大。你係驚講話事啊？放咁啲嘅。講話。老近呀 ，hello， 老近呀。阿媽熱超人。哦。熱超啊！老近呀，真乖。OK， 感謝希望老人驚字乖乖啦嚇，แล้ว無乖嘅事，白紙兩個對嚟講第三出無俾第二出加幾時，你嚟講咗無乖個數 ，OK， 感謝，拜。OK， 拜拜。我哋 YouTube 下邊頂面這邊訂冇看頂一禮拜，這邊訂看聽伊看就個大家就正頂者嚇，แล้ว希望我現在落一些對通知啦，感謝大家。